点儿，万一被别人听见了。怕谁听见？难不成你那下等贱奴出身的未婚夫陈元启还能进入后山不成？春宵一刻，你当真要我停止耕耘，可别后悔。不可，师兄，陈元启一介寒门蝼蚁，哪能跟您这样的世家嫡子、麒麟贵胄相比？我的身心都是师兄的。胭脂，你元启，你怎么进来了？怕他一介蝼蚁做什么？别扫兴。傅清源，胭脂是我未婚妻，你如此羞辱她，你当我死了吗？我羞辱你未婚妻？我呸！你这届寒门庶子，也配销售胭脂这等如花美眷？等等，你应该还没享受过吧？我替你试了。孱弱至此，怕是到了床上也无法让嫣儿满意吧？王八蛋！我跟你拼了！蝼蚁，知道这2年来你为何落榜吗？是因为傅家把你的成绩调换给了我。你不会真以为努力就有用吧？你说什么？畜生！胭脂，你快跑，去天血宫找长老们，为我们主持公道。胭脂，只要你开口，我可以不杀他。全凭师兄做主。听懂了吗？嗯？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因为蝼蚁什么都不配拥有。斩草要除根。听说陈元启还有个老娘是吧？住哪？飞云村，我给师兄带路。别急，还没尽兴，先把事办完再去。师兄。这是哪儿啊？我是已经死了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因为这就是命啊！怎么，蝼蚁不服气啊？想爬上去吗？你是谁？万绝崖下，河图天书，通天神女，可改命途。河图天书，通天神女。老太婆，你儿子偷了我一株修行灵药。等元启回来，我问个清楚。那废物回不来了，他被我发现，羞愧跳崖。万绝崖下万丈深渊，他必然死无全尸。傅少爷，我求求您，拜托宗派。你一生努力上进，但出身贫寒，难以逾越这世家寒门间如大山一般的鸿沟，全家注定被欺凌致死。什么？
我见了几百个流落到这儿的天命人，个个都想改变命运，个个都不得好死。放弃吧，我跟阎王打声招呼，让你下辈子投个好胎。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！我娘还在等我回家，也不能让害我们家的人身心如意。你经脉内丹尽毁，唯一的改命机会，就是修炼逆仙上神诀。什么？逆仙上神诀？对，一门狂暴的功法，练不好就会落得形神俱灭，敢吗？若我等穷人注定的命是这样，那改命之路，就算是地狱之道，我也要闯一闯。路是你自己选的，小子，别后悔。乾坤借法，天书入体。又烧死匹下等马，总有那么多不自量力的穷苦人，生如蝼蚁，拿命凑什么热闹？哟呵，没想到啊，下等马里出了个硬骨头。神女，我是不是通过了？小子，你已练成逆仙上神诀初阶。你暂时同阶无敌，跨一阶对战也不在话下。但你只是初窥门迹，死后你抱元守一，便可在内心识海见到我。但没大事，别来烦我。命没那么好改，能走多远取决于你自己。毕竟上天注定，你的命不是什么好命。王后将相，命由种乎？我命由我，不由天。属我娘者，死！娘，儿啊，陈元琴，你竟然还活着！娘，你没事吧？娘没事。我不仅还活着，我还要让你们这对奸夫淫妇付出代价。我傅家的名誉不可辱没。你练的什么邪功？陈元气，放手！我傅家乃长安世家第一名门，你敢动我一根汗毛，傅家必定……长安世家就能够无恶不作，胡作非为吗？今日我就废了你！我错了，我错了，别打了，求你放过我！我们一家人安分守己，你却处处相逼。现在有人取你性命，
你知道求饶？之前你做尽丧尽天良之事时，有想过今日吗？沈远记，我真的是弄错了，求你了，放过我吧。今日我就取你狗命，拿命来！儿子，没事吧？废物！堂堂世家公子，怎被一个下等的寒门弄成这副狼狈模样？传闻中，天元学宫的内门第一高手，精彩绝艳的人物，怎么会出现在我们飞云村？贱民，敢对长安傅家不敬！今日你们陈家唯有灭门！我的灵力怎么消耗的如此快？我的化气手可使对方灵力同倍消耗。陈元启，你怕是半分灵力都无法调动了吧？就算没有灵力，那又怎样？仅凭肉身就能与我比肩，今日若不杀你，必成大患！儿子，娘！陈元启，好好看看，这就是得罪我傅家的后果。你放开我娘！娘！儿子！别着急呀，下一个就轮到你了。娘，幽冥邪力，引魂入体，魂魄剥离。不要！为我所欲！娘！娘！师姐慢点，师姐，你没事吧？来，师姐慢点。师姐，多谢师姐的救命之恩。你认识我？我当认识了，您是内门师姐。冰寒仙子江雨梦，天元学宫谁不敬仰？我之前在学宫的时候，师姐，师姐，你怎么了？不好，是化气手。师姐别怕，我现在为你化气。师姐，哎，你怎么自己靠上来了？这不成敌动啊！师姐，神女，神女，
神女，这怎么回事啊？你真气之阳，他至阴，阴阳相吸很正常嘛。你一个大男人让姑娘贴贴咋了？你吃亏啊？别搞得跟个黄花大闺男似的，行吗？我本来就是啊。再说了，香师姐对我有恩，我怎么能趁机非礼她呀？不行，我得马上撤弓。你一听他立刻死，你禽兽不如。师姐，师姐，你醒了？你听我说，这些都是我。你干嘛？你手放开！我不能放。不是。流氓！你怎么又打我？你的真气在流入我体内，你在为我疗伤。是啊，师姐，只是……那我手换一个位置，你等我一下。你有完没完？你手干嘛乱动？我只是吸得太紧了，我只是想换位置，我觉得放在这个位置不太好。你别乱动了，一会儿就好了。其实已经好了。我这次什么都没做。谢谢。啊什么？本姑娘恩怨分明，这补气丹你拿着，谢谢你为我疗伤。至于打你，难道不应该吗？哦，应该的。刚才我的手确实……闭嘴！不许再提了，再提我就一剑杀了你。好，我不提，我什么都没记住。谢谢你的丹药，我走了。啊？你去哪儿？师姐，你已无恙，我母亲的元神被抢，我要把她抢回来。强？傅冰号称门内第一人，捏死你就跟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。虽然你武功有所长进，我劝你也别以卵击石。傅冰强横，你的实力跟他相比，差太远了。好自为之吧。明知不可为而为之，那又怎样？神女，我该怎么救我娘？救什么呀？以卵击石。我就算再凶险，我也得夺回我娘的魂魄。我要让傅家付出代价。小子，你说说想怎么做？神女，我打算3天之后参加天元学宫的大比。如果那个时候能够击败傅冰的话，我就能让傅家露出真面目，然后夺回我娘的魂魄。就凭你，就等着3天后被傅家踩在脚底下吧。能不被踩在脚底下吗？人家傅冰用化气手，我跟他一对着，功力全没了，都怪你。化气手什么东西？天下奇功无出逆仙上神诀之有，逆仙5诀第1诀，拿去。逆仙5诀通天彻地，此招练成，修为突破。且此后真气宛若凤之火，滔滔不绝。你若练不成，就等死吧。烽火长鸣。陈元启，你还敢现身？青云哥哥，他好凶啊，我害怕。放心，有我大哥傅冰在，那废物掀不起浪。这陈元启还真是废物一个，
女人被淫，母亲被杀，我要活成这样，还不如进宫当太监。一会儿，我要让你们所有人都知道，什么叫悔不当初。他是疯了吧？像陈元启这样的贱奴参与比武，简直是对天元学宫的侮辱。是啊，不如我来为天元学宫清理门户。比武大会禁止私斗，我作为宗门执法弟子，不允许任何人寻衅滋事，就算你是副兵，也不例外。陈元启，擂台上我会亲手取你的狗命。这句话，我原封不动的还给你。好狂的废物！有女人撑腰了不起，一会儿台上可别跪着求饶。师姐，感谢师姐为我解围。不必，咱们两清了。我叫你别来，你为什么还要来啊？你该不会真的觉得自己能打赢傅兵吧？师姐，我母亲的魂魄还在他们手里，我必须得来。罢了，你找死，我管不着。比武大会初赛测灵石第一场，寒冰仙子江雨梦对莆田薛门薛成。初赛阶段以灵力强度作为获胜条件，双方将灵力注入测灵石，直至另一方灵力不济，便可晋级。这气息是天书记载的魔功，这个薛成修炼魔道，不好，江世界有危险。这是魔教功力。我已竭尽全力，狼狈成这个模样，为什么还是会输？师姐，为何短短几日，你的功力突飞猛进至此？陈元启扰乱大比秩序，蓄意杀人，你该当何罪？此人乃魔修之辈，居心叵测，我杀他并非扰乱秩序。你说魔修便是魔修，我天元学宫岂是你的一言堂？我先是残害同门，破坏大比秩序，后又冲撞门主大人，这人疯了吧？是啊。诸位，魔修的灵力有阴邪的气息，破开测灵石，一看便知。难道他想称爆测灵石？测灵石乃天地灵物，岂是说爆就爆？他才什么修为？什么？测灵石居然真被称爆了！上次测灵石被称爆已是100年前的事，此子潜力，恐怖如斯啊！是啊。长老，薛成刚才打入的气息，不是魔修又是什么？确有阴邪之气。我宣布，江雨梦获胜。谁？是我，胭脂。你怎么来了？我不想看到你。
元气哥哥，你的伤还疼吗？我不劳你关心，给我出去！我知道你现在一定觉得我很淫贱，可是你想过没有？我是贱奴出身，好不容易考上，可是在宗门里无依无靠，你让我一个女子能怎么办？所以你就在那肮脏的马棚里，对着傅青云谄媚献身了？那都是他逼我的。谁逼你了？万绝崖上取我性命，飞云村中带路灭门，莫非这些都是有人逼你的吗？我没想到他真的敢这么做。